歷史拷問香港殖民地一詞從何而嚟？確實從英國逼中國簽下3條不平等條約而嚟。鴉片戰爭後，1842年嘅南京條約，今日嘅港島被割讓；英法聯軍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，今日嘅界限街以南嘅九龍段又被割讓。1898年列強勢力瓜分中國，圈地運動，大英帝國當然有份，一條剪拓香港界址專條。今日整個新界連大嶼山在內嘅大片土地進入英治香港嘅版圖。英殖統治150幾年，好壞一言難盡。曾幾何時，呢度都係黃賭毒同埋貪腐之地。更讓讀書人同埋有識之士感到難堪嘅係種族不平等、學歷認可不公道，以及英人英語都高具優勢。但歷史又話俾大家聽，英殖時期嘅香港遠離中國中原政治鬥爭是非之地，免卻唔少嘅血光之災。獅子山下，香港人長期咁拼搏，贏得東方之珠嘅美譽，金融中心、交通樞紐以及港人引以為傲嘅自由同埋法治嘅社會。97回歸行嘅係一國兩制，原意指嘅係英殖年代嘅好事要留低，而壞東西就要逐步咁樣丟棄，更要重新認識祖國。但港人反國情怯，中英文化相激相蕩。回歸18年嚟，連續3屆嘅特首管治，確實係風波不斷嘅。我始終認為香港好壞，大家都有責任。不能夠去中國化，不能夠去中國化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先生近日提出，香港發展不及上下左鄰右里，歸咎係冇做好去殖民化，但卻又去中國化嘅結果。我唔想喺政治角度去睇呢個大問題，從教育角度，化雨育人，潤物無聲，歷史來去，英人統治香港嘅150幾年，歷史自然會清楚咁樣記錄。97回歸至到今日，去殖民化、去中國化係可以討論嘅，但係唔好輕言咁樣下結論。我反而想提出，要從中國連香港在內嘅歷史中探討97回歸後嘅中學課程裏邊，中國文學、中國歷史等科目點解每況愈下？中史科10個考生中只有1個考生選讀選考，而中國文學科選讀嘅情況就更加可憐。咁嘅殘破嘅平台，香港嘅年青學生根本冇內容可學，教師亦冇辦法從教學專業角度去同學生探討去殖民化、去中國化嘅大課題。咁樣點樣能夠有結論呢？或者最低限度去中國化嘅大課題，教育局必須要認真回答嘅。事實上喺10多年前，課程發展處老早已經將中國歷史科切割，將之寄生喺其他學科裏邊，又何來增加民族及國家嘅身份認同呢？